即时要甲咱做伙来听一位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诗篇78章，咱要按第3节来读到第7节。诗篇78篇伫白话字合本的所在是伫第662页，国语合本是伫第714页。其他，请咱来看银幕。诗篇78篇第3节到第7节，第3节遮安尼讲，就是阮所听见、所知的，也是阮的祖公传予阮的，阮无要将这的事对因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名声甲伊的权能，以及伊所行奇妙的事，传予后世代。第5节，因为伊伫雅各立干净的话，伫以色列设律法，是伊命令咱的祖公的，通传予因的子孙，互后代。就是得要出世的子孙知，因也要起来传予因的子孙，互因会仰望伫上帝无袂记的全能的所做，是要遵守伊的诫命以上。即是要请活丹照牧师来讲道。活丹照牧师。伊是南投仁爱乡德克达雅长老会的牧师哈。即时伊的今早起的讲章所要出的题目是福音的宣传以上。Kanai taman suai sendama cenamu badai。大家还记得我顶摆来的时阵，是前年700几天进前，这个时阵2年前的这个时阵，我代表阮隔壁的教会，迄当阵无牧者，古鲁邦教会要去礼拜堂重建，因是921重建，诚做因为上最拆通到稳定总会，一摆都200万个80万，后来个有真济教会，包含咱听主的迦南教会，爱主的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和古鲁邦教会会当来建堂。完成来诚做部落的这个祝福，我要代表古鲁邦教会，我是小会议长，来甲大家说多谢。今仔日阁有这个真好的机会，我阁会当来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学乐上帝，分享。上主的话语，这是我最欢喜的代志，会当为主来到迦南教会来请安，和大家做伙来参与着上主的教会，建堂还是施工的需要，来爱心的奉献、关心甲代祷，这是。我非常喜乐的事，所以透早4点就出门来到当中，想要打瞌睡，但是为了主耶稣要警醒因为我本来要来这住一暝我很久没有到迦南教会住过了住了以前17年16应该是。将近17年前，我1997年，16年前，我拄传道的时，牧会第2年，我们牧会的第一间教会，梅西斯德雷安教会，我有带弟兄姐妹有住过我们
迦南教会得到很好的招待，因为长有中会那个前任总干事罗荣光牧师日本爱修会Enomoto 牧师原先干事欧米牧师来访，所以到今晚到很晚的时间，所以就没有办法来。在主里面再次的感谢，我代表德克达亚教会大家说多谢梅花艺术捌来捌来都是very much 非常感谢，都是梅花艺术捌来这个时阵阮过来复习一遍语言爱常常来讲。才当讲真矫正，搁较水台语我袂晓讲袂练，当是因为我无法度，逐工拢有机会讲台语。我伫部落拢是讲阮赛德克族家己实地捌来讲阮家己赛德克族的国语所以我一当可能有几摆有机会讲台语也是去埔里甲河洛族的。兄弟姊妹讲话是，我要买物件多谢你就简单的这个台语所以我准备这批讲道片学真久，去读真久我伫上帝国的厝内面我爱促进多元共融，落实上帝。公益所以阮过一摆7句赛德克族的语言，大家拢会晓的时，后摆还有机会，我过来也是恁要来的时，我再教大家另外7句第一句马路树，马路树就是平安问候语马路的老鼠，马路树。我们跟前后左右弟兄姐妹讲马路树平安，马路树。第二句要比手势梅花一树，梅花一树就是多谢你谢谢后边再加上捌来，就是非常的感恩感激不尽非常谢谢你，就是梅花一树捌来。再加一句捌来赛德克巴来，迄个巴来就是非常非常的正港的意思真水的意思好我们第二句、第三句、第三句跟变要比手势跟变握拳头跟变是好好的活着，祝福你加油的意思咱爱靠主耶稣来勇行我们要靠主耶稣刚强壮胆靠主耶稣得胜有余，要为主而活，所以我们要跟变靠主耶稣的名跟变来赶走撒旦魔鬼所以我们要跟变靠主耶稣靠主耶稣得胜。好，第4句Mukaras Burah Gengkawas多贵你多贵你跟大家拜晚年。今天元宵节是贵年最后一天，所以Mukaras Burah Gengkawas 新年快乐。Mukaras Burah Gengkawas 来 Mukaras Burah Gengkawas 是新年快乐好第5句Mukaras Pentingan Su Mukaras Pentingan Su 就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好 Mukaras Pentingan Su 好第6句 Mukaras Pentingan Yesus 祝耶稣的生日快乐，就是圣诞快乐。Mukaras Pentingan Yesus。
好，最后一句，一题就100分哦，这是上重要的哦。好，有马路艺术耶稣。好，有马路艺术耶稣。我们跟前后左右弟兄姐妹讲，有马路艺术耶稣。耶稣跳你，哦，耶稣跳你，耶稣爱你。有马路艺术耶稣，连续3遍来背起来。有马路艺术耶稣，有马路艺术耶稣，有马路艺术耶稣。哦，真简单。对我来讲，赛德克巴莱的语言是全世界最简单的语言。对我来讲，台语是最困难的，但是感谢俄罗主，台语我上少会晓10句以上。今天大家学7句，安尼才会公平了吼，公平吼。好，感谢主的恩典，咱个三甲组织做伙来敬拜上帝。这个时阵，我要用赛德克族的语言，个日语，华语。来学了咱的主耶稣坚定信仰跟别神大马耶稣爱跟别我靠仰望上帝我靠主耶稣个阿里嘎多感谢主耶稣。神大马那姆巴来当伊，干那一大门刷伊，更比亚深入海，咖喱大马达巴老好，安那树木沙哈那一路。更比亚深入海，咖喱大马达巴老，伊呀乌那行扎火达，新拉马西姆巴来达因，都嘎嘎拉门的水。Lokata sennahe kenaya batakayan Anna sumu sahana hinu Lokata sennahe kenaya batakayan Iya niumadahang sa huitan亲爱的兄弟姐妹平安，满心欢喜能见到你。我们要坚定信仰，仰望编织生命之主。不论你身在何方，有坚定信仰，信靠救主耶稣基督。唯有主耶稣能拯救我们。阿里嘎多，素晴らしい恵みを。ありがとう。とこしえの命をいつも共にいてくださる素晴らしいイエス様。母爱苏巴来，母爱巴鲁拜文户外，母爱苏巴来，
mulai ungkapkan kudus kepada dia musuh pusu yami wasu badai Yesumu 真感谢你，做开来求，赐下伟大奇妙大恩典。真感谢你，赐下那永恒的新生命，每日每时每刻，你与我们同在。 真感谢你，奇妙耶稣，真感谢你大意，真感谢你，奇妙耶稣，一大setiap balai laki untuk temeninun tamabaro gembira， hai。 咱是赛德克巴莱上主的囝儿，将一切拢应光予咱的主耶稣。对咱基督徒来讲，福音的传承是咱世人上重要的任务甲使命。对我们基督徒而言，福音的传承是最紧要的 一个任务跟使命，感谢主的恩典，咱不管是赛德克族、河洛族、客家族，还是每一个族群，无同的语言甲文化，拢会当伫主内面会当得到传承，一个民族生命的延续。 爱透过生命的传承，才会当传落去。一个工课、公司、还是工厂，还是嘛是爱靠人力、甲财力的这些永续的经营、有效的管理，才会当使事业、工厂、公司 有力的、永续的来发展。福音的传承嘛是同款，基督徒的生命力，在生命力的展现，就在于福音的传承，有没有有效的来落实、来传承。 所以，咱主耶稣伊新的诫命，甲是咱基督徒上主的囝儿，就是爱上主，也要爱人如己。疼上帝嘛，爱疼惜别人，爱人如己，彼此相疼。这是主耶稣伊所教示的新的诫命。 嘛是要来传福音，分享福音的水加好，使福音的好处能够分享给全世界人类。和基督徒不管去多位，基督徒所到之处，能够为主来做光做盐。 来因光上最名，所以咱会当来遵行大诫命，爱人如己，爱上帝，爱是疼惜别人的世界人类每一个灵魂得救的事，将福音会当传落去，传予 也未认捌主耶稣的人，所以我们要遵行大诫命，来完成
大使命，和全世界人类，和台湾2300多万的人民，全世界70亿的灵魂得救。台湾原住民伫台湾52万，赛德克族也是河洛族，全所有的人，所有的台湾人拢会当来信耶稣。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是迦南教会，也是德克达亚教会，每一个教会甲每一个基督徒，一定爱参与的工课。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上主的话语，教示咱爱将上主耶和华上帝伊的美德甲伊的能力、奇妙的作为，会当来互后代子孙知影，互咱的后代子孙也要起来，来将上主的话语传互因的后代子孙，互基督徒的性命一代传承一代。虽然咱有限的生命，我们肉体的生命是有限的，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会衰败，我们会肉体的生命结束。但是基督徒的性命会透过上主的话语，互咱的囝儿、咱的孙仔、咱的后代子孙，拢会当透过上主的话语，互基督徒的性命会当薪火相传、延绵不绝的，一代传承一代，一直到奉召归主。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基督徒的生命都能够得着永续的发展以及生命的传承。另外一个经文伫马可福音第10章13节到16节，另外一处经文。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0章13至16节。我要用华语来读。上主的话语安尼讲：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是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透过这个经文，咱看到一个真水的一个景象，就是咱的主耶稣伊抱着囡仔，一个一个为着因来祝福。耶稣爱小孩，耶稣疼惜每一个囡仔。圣经内底所讲的囡仔，是囡仔人，过来是咱每一个上主的囝儿。不管是老大人，是少年人、囡仔人，不管是小朋友、年轻人，还是我们白发苍苍的中年信仰前辈，咱伫主耶稣的内面，拢是耶稣的囝儿，我们都是耶稣的小孩，所以不是讲。我已经当爸爸、当阿公阿嬷，我已经做阿公阿嬷。我不是囡仔。咱伫主耶稣的眼中，我们是他如获至宝的宝贝，因为咱是主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重价所赎回来的宝贝。不管是赛德克族也好，河洛族，每一个台湾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非洲人，每一个人拢是上主所创造的，上主所创造的宇宙穹苍、天地万物、世界、人类，世上所有的活物，所谓有活命的人，还是动物、植物，所有的受造界，拢是上主看为是美好的。我们从上主的创造论就会当知影，上主所创造的一切东西真水的，都是美好的。所以咱还是爱用上主的眼光，用上主的眼光来爱，疼惜别人，疼惜上主所创造的万物，才会当来讨主喜悦，蒙恩赐福，才会当得到上主大大的祝福，甲欢喜。福音的传承是基督徒生命的传承。我们的生命有限，但是借着福音的传承，能够使基督徒生命力的展现，透过上主的话语，一代传承一代，使基督徒的生命永远不断绝，永远连结在基督里，使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能够一直传承下去。我2年前我有讲我家己的见证，是我阿公伊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高沙义勇军大家杀过阮河洛族台湾人，不管是原住民河洛人还是客家人，拢有参与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南洋去打仗，大家杀过高山。原住民是高沙义勇军。我阿公也未满40岁，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一都无够回来，到现在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已经过了已经70年，拢无伊的消息。后来都留下我的阿嬷甲我爸爸。我的姑妈因4个囡仔，感谢主上帝对我阿嬷开始来信耶稣，传给我的爸爸。我爸爸嘛是上主的奴仆，伊嘛是一个牧者。伊伫40岁的时阵，伫31年前，1982年31年前的7月1号，为了送上隔壁教会林春明牧师甲牧师娘登去庐山部落，路当中就殉道，有大石头从山顶滚下来，就这样子殉道，结束世上肉体的生命。迄当阵伊拄啊40岁，我迄当阵是12岁。虽然我阿公、我的阿嬷、我的爸爸，因拢蒙主恩召，但是因为上主的话语，因将主因的信仰信耶稣，因信耶稣，因为主耶稣的话语传给我我是第3代，我阁会当传给我的囡仔。第4代，让基督徒的性命永远袂煞，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因为我们个体生命的结束而结束。所以，伫哥林多前书上主的话语告诉咱，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无，我们肉体的生命结束，咱信耶稣的人灵魂是不灭的。阮赛德克巴来，阮也未信耶稣进前上主嘛，互阮有真水的文化，
生命礼俗，在我们赛德克族，我们也相信，就是对上主传乎阮祖宗，上主赐给我们赛德克族的祖先传到我们这一代，我们相信人的灵魂是不灭的，因为有一位编织生命的主宰，我们的织布。阮虽然无文字，阮即马是用罗马字，进前拢无，但是我们的文字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这些织布，这拢有艺术，有Cenuru、Dorek、巴达斯、拉杜，拢有伊的艺术伫阮的服装，这拢是有伊的艺术，这就是我们的文字，还有纹面。只有赛德克族、太鲁阁族、泰雅族才有，阮没有去了解，因为这学校没有教这些教科书，没有。但是感谢主，透过教会，阮牧师、阮主民的牧师，有上主给我们的智慧去做田野调查，然后我们自己家己来研究、研发阮家己赛德克族的民族教育，好，阮赛德克族知影，我们不是次等的国民，因为以前的教育是阮族民沙地人搞沙搞囡仔，唔家人还呐，我们很卑微，感到非常，阮信耶稣，但是伫台湾社会，我们没有盼望，但是感谢主耶稣，互阮透过主耶稣的信仰，因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台湾原住民族能够在1994年还我们迟来的正义。立法院通过，李登辉总统宣布讲，以后拢袂当叫原住民做还纳，那是讲还纳是山地人，可以要被关起来。所以即马已经无种族歧视的问题，这是主的恩典。阮族民家己会当来起来，我靠主耶稣争取我们自己的权益，还我土地，恢复我单地落的名。我以前叫花志强，但是迄毋是我祖宗的名，迄是中华民国政府互阮采用了我3代，我第4代我都靠主耶稣的名终结掉，我恢复有尊严、有个性、真水的赛德克巴莱的名，所以我叫我丹地罗我丹那个乌干我丹，我的名叫阿乌楚我丹，我阿祖的名，我的囡仔第2个叫沙瓦我丹，子父联名。这阮河洛人有真水的语言文化，阮上主嘛，说互阮每一个族群，赛德克族嘛有真水的文化。伫主内面，咱会当拢食做一家人，不分彼此，会当平起平坐，大家拢会当欢喜伫主内面。来分享主灵里面的喜悦，疼痛上主的疼痛甲祝福甲稳定，伫教会中间，伫咱的厝，伫咱的国家，所以感谢主，互咱在台湾国家也慢慢的民主化，互咱会当促进多元共荣，落实上帝公义，来荣光上帝名。福音的传承要透过为主来做见证，来落实。福音的传承必须要透过为主竭力做见证，为主来做光做盐，来为主来服侍上帝，来传扬主的福音，互也未信耶稣的人，拢会当因传因，对咱家己的家庭开始。我们要响应中会咱台湾基督长教会中会所推动的101新贝家宣教运动，
阮嘉南教会，我看到这16、17年来，我对头一摆到今嘛，我看到嘉南教会不断的在革新，不断的在成长。我来到嘉南教会，还是到别地教会来请安的时，我嘛是真感谢做恩典，让我有真这机会，会当去学习，能够去观摩学习，将真水的来再转去，来教示阮家己赛德克族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相信有信心的引带嘉南教会、甲罪、桃园地区的祝福，和嘉南教会就像以色列的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嘉南教会也成为我们台湾国家的祝福。甲罪台湾基督教会建教会祝福我们赛德克族的教会。我赛德克族嘛是对66年进前头一间教会，就是我的母会石奴因教会，到今嘛已经有14间教会。前年的5月15号，赛德克巴莱电影的雾社老街的场景，林口一饼也设立，靠住亚所以名设立了林口原住民教会的林园教会。现在第14间教会也在北部的这里。我们也在努力，我们嘛就靠亚所以名来让来和赛德克族的在都市也嘛会当来设立上主的教会。阮德克戴亚教会赛德克族的教会14间当中，这17年我牧会17年，我已经有一半7间教会都牧养过，所以德克戴亚教会是我第7间。17年第7间，平均一间教会是2年半左右就换一间教会。我德克戴亚教会我已经6年是待最久的教会。感谢主的恩典。德克戴亚教会对6年前我搞到这间教会的时候，我是受托，不是被聘，是被差派，受托牧师。因为教会会有是12门徒，是堂会，但是教室有很大的挑战。拢是少年人做礼拜，无少年人，嘛无囡仔人，所以我们全家跟教会的长老加起来，主日礼拜是12门徒，包含我在内。感谢主的恩典，比我们收年团契还不到一半。阮1年的收入18万，感谢主的恩典。今年的会员和会，阮已经有42万，哇，已经倍增，超过1倍。我们受洗，我们也有42位，平均礼拜也超过25位，所以感谢主的恩典。虽然我们这样子，我们不因此的自满，因为全部落244户950人来做礼拜，20-30位，这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继续仰望上帝，仰望上帝，迫切的祷告，流泪的祷告，用膝盖来祷告。我常常跟我牧师娘，我们就跪着，我们的小孩子也一起来，我们围起来，为着上主的教会，为着部落上帝国的宣教来祈祷。我们看到部落这些兄年人，这些信仰的前辈，他们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这些兄年人因为部落、为教会牺牲奉献，所以没有他们年纪大了，他们需要关怀，需要照顾，教会就毅然决然的来提出这样子来做这样的事工。虽然阮42万
我们把它当作400万来使用，用在刀口上。所以阮家己会友看到我们教会愿意做，他们以为我们教会的收入一年是400-500万，后来来教会受洗，来教会之后，哦，怎么只有40几万？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会当40万、42万会当做超过400万的工，我们还照顾部落的小朋友，因为福音爱传承，爱有囡仔，爱有少年人来到教会。我们有一天奉召归主，蒙主恩召，老是主怀的是10年以后、20年以后、50年以后。都是爱靠这些部落的小朋友，因爱信耶稣来服侍上帝，才会当来传承。所以我们教会看到这样子的愿景跟意向，每个礼拜2、3、5、6日，这些小朋友不管一起天主教、安息日会、长老教会，就带领他们来教会，让他们长大18岁以后。他们自己可以决定，我要在长老教会，还是去天主教，还是去安息日会。我们整全的宣教，不是单那长老教会会当来得救，是所有教会都是同信一个主耶稣，同受一个洗礼。所以，赛德克族的宣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意向，爱透过教会。来转化部落，感谢主耶稣，今仔日也透过迦南教会贴心的奉献，关心甲代祷，会当来支持阮德克大亚教会礼拜堂相关建物的修建经费，还有我们教会的需要，阮修建的经费需要120万。我们现在教会会漏雨，我们的讲台垮下来。我们去年感谢主已经完成礼拜堂的讲台的天花板哦。那现在是因为有壁癌，我们处理漏水的问题，还处理那还有一些相关的工程需要120万。阮儿童跟囡仔人甲相连的这个事工是我们这6年来重点事工。我们像吃的部分，阮家己会友他们种地瓜、种蚵仔、番薯，因家己带来。我们教会会友拢种赛德克巴莱米，市场没有注册，没有这个商标，我们自己认定我们种的。在赛德克族的土地所种的米就是赛德克巴莱米。有一天，我们也希望能够去注册用赛德克巴莱米的这个商标。希望大家会当来关心、带动来支持。吃的部分我们就是自己会带来。那所以我们教会没有足够的预算来编这些事工经费，包含囡仔，感谢主的恩典，透过有的是个人有些是在祷告中看到我们的需要，就默默的来支持、来关心。希望大家有机会会当来到阮部落，来到我们教会，阮会当来做伙分享上主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分享上主的爱与恩典，在上主的教会，感谢大家这款的贴心，欢迎大家有闲来阮部落佚佗。阮不是伫山顶，阮岛是伫山腰，山顶是合欢山3325公尺，阮岛是1200公尺。在母峡卫庐山温泉，阮郑牧师甲牧师娘康长老因有来过我们家的公寮，还是在那个地方，
我们会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一直都会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欢迎大家随时来，我们会欢迎来欢喜来接待阮教会是伫惠孙林场甲泰雅度假村中的所在，从国信交流道下不用到埔里。阮海拔只有300公尺，所以跟迦南教会比悬，所以我不是伫山顶，因为在我们礼拜堂的这个位置差不多就是300公尺啊，所以跟我们德克达尔教会平高。我不是伫山顶，我是伫山骹。感谢主的恩典，我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透过主的话语，咱彼此来相听，来做伙，为主最根最严来容神益人。愿上主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赐福我们迦南教会阮德克达亚教会有信心的引带，去年阮甲竹堂教会的缔结伙伴教会，阮的总长老竹堂教会总长老伊来伊女儿的家来家佚佗，伊嘛来到在当中，刚刚在请安的时候，就在这里相约在迦南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教会感谢主的恩典，互阮上主的教会，不管伫山骹、伫山顶、在都市，还是在竹塘真骹的所在，在海边，在任何一个角落，拢会当来用无同的语言文化。今仔日在主日，伫台湾国家上少18种以上的语言来唱歌、阿罗上帝、读圣经。有赛德克族语，有河洛语还有原住民的10几族的族语，还有英语、日语来敬拜上帝，所以这是真水的这个敬拜阮将这个阮透过今仔日，我们再次的决志，愿意来委身服侍上帝，佮将愿意一世人将上主的话语来传给咱的亲人，对咱家己的家庭开始，从我们自己的家庭，可能咱的家庭，咱的阿公阿嬷，咱的爸母，咱的太太、翁婿，还是咱的亲兄弟姐妹，我们的孩子、孙仔、亲戚。我们的亲家、亲戚、同学、同事，要不信耶稣，这些都是咱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重新决志，咱来知影我们的意向，在箴言书上主的话语，告诉咱民无意向，无意向民就放肆，所以咱爱给他多了爱清楚的知影。咱家己的任务、和使命，我们的意向、我们的天职，都是传福音、领人归主，来得人如鱼。和也为信耶稣的人，拢会当来认捌耶稣，得到永远的活命。这是咱的当代的基督徒，我们要去做。所以今日今嘛，我们用台语。还是用家己的母语讲，我愿意为主竭力做见证。来，雅古什么拉古干巴耶稣基督干比啊！靠主耶稣干比啊！靠主耶稣得胜有余，靠主耶稣勇敢，靠主耶稣勇忠，来努力的活着。单单来荣耀上帝。最后，我要用赛德克族的古调
祷告歌来做祈祷，我用唱的。母爱耶稣，母爱无关各大的呀，母爱耶稣，母爱无关各大的呀，母爱pada Yesus, sembah ita, ada hoknuan, senta mata Yesus， 感谢耶稣赐我们饮食在每一天，感谢耶稣保护我们在每一天，感谢耶稣赐福保守我们要信靠耶稣直到永远。不但哈恩耶稣基督靠耶稣的名祈祷，阿门。